ChatGPT 带动 AI 风潮，即马嘛有耳孔听无听众朋友开始伫工课顶头用这个工具来应用，用伫画图，同齐来看。捌开过设计工作室耳孔听无的画家柯德家，想要用 AI 画图工具 Midjourney 来试看是毋是能制作出商业的摄影作品。因为爱先输入英文的关键字，所以伊家想要做做什么图片的中文指令，用 Google 翻译成做英文，结果传给 AI。首先要写主题，第二个是参数设定，像相机的设定一样，要说明清楚，要近景还是远景，是要全景图，还是取景到什么范围？距离物体多近都要写清楚。柯德家讲，以前设计一个作品，定定要舞2-3礼拜，即马用 AI 画图，会当真轻松就完成。不过画面无够油，这个水滴就太大颗，应该要缩小，自然附着在表面上。像这些光源从哪里来？可能电脑做不出来这个光线效果。对幼步的修改，将画面修改到家己要伫的成品，用 AI 生成图片，会当为柯德家省真侪时间。另外，小学的听障老师郭兆成最近计划家己的论文投稿到学术期刊，不过爱写做英文，伊就用 ChatGPT 来斗3工。因为我并不是就是英文很好的人，然后再加上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外国人，那刚好就是这个 GPT 出来后，然后他对于那个英语修改，就是他改了可能会比较精确了，然后改了我法文比我强多了。郭兆成讲，虽然不是完全正确，但是也是能透过一致对话，将内容保护条做修正，和语法更加完整。伫咧生成式 AI 一直进步，应用也愈来愈多元，愈来愈快。耳孔听无的朋友，若是当善用这个工具，若是当互家己的生活更加方便，嘛会当提升家己工作的竞争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